比較難成功嘅3個原因。第一個咧係成熟遲。雖然咧有一句咁嘅話，窮人嘅孩子咧早當家，但係呢個只能夠證明咗佢咧有生存嘅能力，嚟喺社會裏面咧積累發展，還有好大嘅差距嘅。因為咧大部分嘅窮人咧係比較遲才能夠明白社會嘅規則同埋人性。第二個咧係冇試錯嘅機會，第一次創業咧就能夠成功嘅人係好少嘅。有錢人咧可以不斷咁去試錯，同加積累經驗，但係咧少部分嘅窮人咧只有一次試錯嘅機會，大部分嘅人咧連一次都冇㗎。第三個咧就係冇好嘅貴人去指導。窮人咧剛出嚟社會嗰個時候咧，基本上係冇足夠嘅認知同埋人脈嘅，好難咧能夠把握社會上新出現嘅發展方向同埋機會。而有錢人咧從小就生長喺個好嘅環境裏面，同窮人咧呢個就係好大嘅區別。佢哋咧接觸到更加多、更加廣闊嘅領域，又能夠咧培養更高層次嘅認知